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小湖科技嘅小閃，今日好高興同大家見面啊！我今日要介紹嘅係一張專為老友記設計嘅智慧守護卡，主題係智慧守護卡，助老樂安康。希望通過科技嘅力量，幫大家解決生活問題，讓各位老友記嘅晚年生活更加安康。我嘅分享分為3部分。首先，我哋會睇一段守護卡真實用戶嘅短片，然後我會同大家詳細介紹守護卡有咩功能，最後就係講下守護卡嘅月費套餐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先睇短片。貼片係回訪咗一啲真實用守護卡嘅老友記而拍成嘅，希望大家睇完對守護卡有個直觀嘅初步印象。你有一條社區廣播，今日天氣晴，阿叔阿婆出門曬太陽，記得將我帶喺身度喎。阿叔啊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8歲啊！呢個係老莊，成個社區入邊出咗名嘅好奇 BB。你個細路仔嚟，馬10歲啊！每日唔出嚟 City Walk 一下，周身都唔自在。老莊有啲認知障礙，周不時蒙查查。前幾日一個唔小心上錯公交，蕩失路。冇蕩失路啦，冇咩可能啦。到目前為止，我都唔會蕩失路啦。佢冇出呢啲問題啦，因為佢已經有試過2次咧，唔記得帶手機出街，都揾唔到佢。哇！我嗰時真係發晒麻，我都唔知點好。好搞笑嘅就係，我啱啱出咗宿舍門口，佢喺個後邊嗰個食飯嗰度慢慢轉過嚟，買住抽荔枝。蕩失路真係心急死人。後嚟老莊喺廣醫醫院睇病嘅時候，醫生推薦咗我銀齡守護卡，結果佢第3日就坐錯公交去咗天河。咁我就睇到微信個功能裏邊會提醒話已經離開咗電子圍欄。咁我第一時間就馬上睇翻嗰個軌跡啊！我話你做咩會走咗天河？佢話我都唔知啊，點唔知如果坐車坐下唔知走過嚟呢邊咁樣嘅。咁我咪指導翻佢應該點樣翻嚟咯。我都係因為呢個功能我先知道佢原來冇走失到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哇！你去天河我真係唔知點樣揾佢。好似老莊咁樣外向嘅老人，容易有蕩失路嘅問題。亦都有似范婆婆咁樣內向嘅獨居老人，年紀大咗，基礎病多，更容易缺乏安全感。突然之間身體唔舒服，成日都係啲腸胃唔舒服咧，裏邊嗰啲心臟唔舒服嘅，咁啊條腰骨又痛，咁就唔好瞓啊！個人啊可以頂得下咧，搵啲藥食下啦，咁啊我藥我都唔打嘅。真係個人頂唔順啦，咁就打電話要啲仔嚟嘅啫。嗰日凌晨，社區平台突然之間接到咗范婆婆嘅電話，佢已經唔舒服到講唔到嘢。好辛苦啊，等，剪下啊！范婆婆你係咪話唔舒服啊？使唔使咧？我呢邊咧幫你通知屋企人。我哋緊急聯繫咗范婆婆嘅仔翻屋企探視，唔敢想象如果范婆婆冇撥通 SOS 會係咩後果。即係平時我哋唔係話一日喺度守住佢噶，佢撳到我或者個平台接收咗，即係如果唔係咧，就要等我哋有人喺度先至知道咯。呢個係良醫，佢都有自己嘅煩惱，唔識用新科技。因為自己人幾大，一個反應就冇咁叻咯，又冇記性啦。你就喺手機揾來揾去嗰陣時，啲隻手怕唔記得喐嚟，部手機咧又要掃2維碼咁，又正要撳數字。我有時又咩啊，18蚊就撳喺180，乜嘢都唔懂，唔淨眼花花咁啊望住呢個。又到我出馬啦！微信支付綁定仔女手機，設定支付額度，我嚟埋單吓。一鍵支付，方便又輕鬆。咁個卡仲方便過部手機，一撳緊
咁佢就跌，唔使咁多錢俾人哋啊。以上呢啲只不過係我國幾億銀齡老人家所面臨問題嘅縮影。喺我哋日新月異嘅生活裏邊，問題、煩惱甚至危機四周圍都係。我喺度努力緊成為一個合格嘅老來伴，成為老年人同呢個世界嘅連接，亦邀請你同我一齊全方位守護佢哋嘅幸福。有好雞啫，個心都安樂啲啦。短片就睇完啦，接落嚟我哋進入第二部分，認識守護卡。唔知大家有冇遇到過跌倒或者突然間唔舒服，冇人幫手，成日接到廣告推銷同詐騙電話，好煩惱，出街驚行錯路，又聯絡唔到親友，返內地旅遊搭地鐵坐巴士要買唔同嘅卡，好麻煩。呢啲正係守護卡要幫你解決嘅問題。守護卡嘅實用功能，我一個一個話你知。守護卡設有一個紅色嘅緊急掣，可以喺跌親或者唔舒服嘅時候，用嚟一鍵救命，只需長撳3秒，就可以直接接通我哋嘅24小時服務中心，揾客服幫助你。遇到緊急情況，時間就係生命，呢個掣可以幫助大家爭取到更多寶貴嘅救助時間，話唔定真係可以救返你一命。防詐騙親情通話。守護卡有快速撥打熱線電話功能，守護卡上邊123號鍵可以提前預設好電話號碼，比如可以將1號設成個仔，2號設成個女，3號設成私人醫生。當我哋需要聯繫佢哋嘅時候，長撳就直接打出，唔使記號碼。守護卡仲可以攔截詐騙推銷嘅陌生來電，只有提前錄咗入去嘅親友電話，先可以同守護卡互相打電話。微信支付，守護卡綁定微信支付啊！超市買嘢、飲茶，拍卡就搞掂。全國交通一卡通，守護卡仲有拍卡坐車功能。返內地玩，守護卡可以令你一張卡搭通全國超300個城市，有交通聯合標誌嘅地鐵、巴士，讓你一卡在手，暢通全國。鬧鐘提醒。守護卡可以設置唔同嘅多個提醒鬧鐘，用嚟提醒各位老友記準時食藥、準時出門等。守護卡仲配套有一個手機應用程式，俾老友記嘅仔女等照顧者用。咁呢個照顧者應用程式有咩用呢？一係位置搜索，照顧者用手機就可以睇到你喺邊；二係安全圍欄設置，安全圍欄嘅意思係照顧者可以通過手機設置老友記嘅安全活動範圍，當老友記離開咗設好嘅範圍，照顧者手機會收到消息提示，方便照顧者掌握我哋嘅動向。三係異常通報，守護卡關機、冇電、觸發緊急求助，會自動發送異常提示資訊俾照顧者手機。四係多人綁定，守護卡可以俾多部手機同時綁定嘅，比如我哋老友記如果有3、4個仔女，佢哋可以同時綁定老友記嘅守護卡，一齊守護我哋老友記。好啦，前面介紹咗咁多關於守護卡嘅服務功能，大家有冇覺得守護卡好似一個多功能生活助手，可以係遇到緊急情況嘅時候用嚟一鍵救命，可以同親友一鍵打電話，喺大陸可以用嚟微信支付進行購物俾錢，喺大陸可以用嚟拍卡坐地鐵、巴士。又有定位功能，防止走失，仲可以設置鬧鐘，用嚟提醒按時食藥。前面都有提到，除咗守護卡本身，我哋仲有個24小時服務中心，24小時都有人工值守，提供全天候嘅守護服務。服務中心提供嘅服務有2種，無償服務同埋有償服務。無償服務包括緊急召喚、定期打電話問候你、設備異常主動跟進、有事嘅時候幫你聯絡親友、提醒你幾時復診、幾時食藥，以及天氣轉變提示。
日常服務包括康復訓練及護理服務，例如簡單個人護理、驗血糖等；家居支援服務，例如一般家居清潔、陪伴或者協助購物、陪診等；專業醫護人員服務，例如護理人員輪替服務、日間長者看護、24小時病房看護等。第三部分，大家最關心嘅幾多錢？守護卡有兩個套餐，一個係每個月138蚊嘅本地套餐，有1000分鐘通話時長；另外一個係168蚊嘅中港澳3地套餐。如果係平時鍾意去大陸、澳門玩嘅老友記，可以揀呢個中港澳3地套餐。呢個套餐包含1000分鐘本地通話時長、100分鐘跨境通話時長。記住，中港澳嘅中係全中國，遠到黑龍江、寧夏、新疆都能提供服務。而家有個利好消息話俾大家知，如果你係合資格人士，守護卡可以零元到手。點解可以零元呢？等我分兩組情況同大家講清楚。第一種情況，如果你係合資格領取綜援嘅人士，辦理守護卡後，第一，你每月可以向社署申領100蚊嘅津貼；第二，我哋公司會將原嘅138蚊嘅月費套餐直接優惠38蚊。大家一齊計下，100蚊嘅政府津貼加上38蚊嘅優惠，等於138蚊，即係話每個月嘅費用，政府同我哋公司已經幫你包咗，你自己唔使再出錢。第二種情況，如果你係合資格住公屋或者中轉房嘅人士，辦理守護卡後，第一，你可以向房署一次性申領最高2500嘅津貼；第二，如果你可以成功申領2500嘅津貼，我哋公司會將原計3312蚊嘅2年服務費直接減免812蚊，實收2500。大家再計下，你攞到嘅2500津貼正好等於優惠之後嘅2500服務費，所以你就可以零元享受2年嘅守護卡服務。總之，無論你屬於邊一類，只要合資格，都有辦法零元獲得我哋嘅全天候守護。最後想同大家講嘅係，守護卡唔單止係一張卡，佢仲係一個貼身守護者，一個生活好幫手。我哋嘅理念係，科技唔係冷冰冰，守護可以好貼心。多謝大家嘅收聽，祝各位老友記身體健康，日日開心。